有時候，我們的人生就像是徹底崩潰了一樣，失去工作，家庭破裂，健康惡化，夢想破滅。在這些痛苦的時刻，我們很容易陷入絕望。我們會責怪他人，埋怨環境，甚至質疑上帝。但聖經給我們一個不同的榜樣。大衛回到洗革拉時，發現他的家園被毀，親人被擄走。他的部下因悲痛而責怪他，甚至想用石頭打死他。那是一個徹底絕望的時刻。然而，聖經說，大衛卻倚靠耶和華他的神，心理堅固。大衛沒有被痛苦壓垮，也沒有被憤怒吞噬，他轉向了神，他從神那裡重新得力。在我們的生活中，也會有像洗革拉那樣的時刻，一切都崩塌了，我們想要找人責怪，但我們需要做的是像大衛一樣，把眼光從問題轉向供應我們的一位神。真正的力量不是來自我們自己，而是來自神。而在福音中，我們看見了那最真實的盼望。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經歷了最深的絕望，被拒絕，被羞辱，被釘死。儘管如此，他仍然緊緊抓住對父神的信靠，抓住復活的盼望。這個盼望沒有使他失望，他從死裡復活，戰勝了死亡的權勢，人類最大的絕望。因此，親愛的朋友，無論你現在經歷什麼，只要你依靠復活的主耶穌，你就能重新站起來。耶穌是復活，是生命。當你跌倒時，他能扶起你；當你以為一切都結束時，他能賜你新的開始。今天，讓我們不再埋怨，不再絕望，而是仰望神，像大衛一樣，從耶和華我們的神那裡得着力量。戰勝絕望的道路，就是定睛在那位早已戰勝絕望的神身上。